你讲出来，用有好处。你是再来，你来我这直接讲啊，哇！人人讲杭州是杭州，你大方为上。我呢，就讲我进来呢，为了这些，所以杭州是杭州，长得了的大方为上。我不是见钱先问题啊！我自己可以讲，希望我的见钱先不是真钱，真意就是美国冇事啊！你讲的话，工作嘅话，嘅但是我就能解得过来你们啊，所以关系到位啊，关系在里面，里面过来他们家，来家里跪拜，这不是叫干什么？我不可以想都想。准备机器我自己家来修，这个方式是家来修。以往可以讲可以用大书，你准备机器这个现在做出英文以来说，你就对来，这做点读书，你另外是方面今天是真山讲杭州的杭州，希望大家为上。开始见钱先会理想理观同时，从千万间来参谋归到这来，该处理的一定不是各种做出准备机器啊！是啦，现在整修的几多啦？也是我真心就对我做，真心就对我做。但我有自己钱啊，之前自己家自己做出方面呢，公里几个来，你听我直接讲来，你这个讲讲啦。我首先去到杭州红山啦，虽然你讲到这个大同回乡，兴隆大同回乡开始正经全部的意义啊。很多人乱怀疑，不懂开始。你来教我的新的怀疑，因为先说出了你家所以我现在你讲不管先买长梦的，那我现在说底下来到一家家人，当然先买长梦，归到这我家就开始这块，该处理的呢，没觉得说一定我该处理的呢。我们新婚这些讲义气，我都非常来处理的，这是我重点的来处理。一定不用来处理人呢，我以前怎么结婚呢？我自己怎么结婚？我但是就是那几个人讲，我就当初处理机器，分别准备到东西啊，现在有多少人都知道先用和严酷内厉害。你看，别人都说大头改这个那个大头呢，你有啥？你公安为主啊，你跟我讲话没来这三千几代高书呢英文之严酷，空隙9万就讲你呢别错为我讲我到了表气为出去了。我把这个话给他听到了没讲出来，正理家那就可以听得了。孙文有恒研究我健康，功课提高还就要被归完了。就从以前就这样，以前叫华为的，我说阿里看到上头阿姨用心比较一家，这个东西嘛，这个都安定了。你可以现在也要一家。第二，只要是对的，你就这个贵的东西。那呢，我叫我说，你哪个听说酒业我叫我心里要一家还有到了一杯不会关系小美在里边就还过分，再考虑这个钱。所以你现在不要一家，这一个不要一家，要是赶快重点低。就是话不是因为中间的是简单的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呢，叫他们低空要回家，
到我这个月红钱，哦，这样子我同这个红钱，再来看来是假一个便宜，现在如果经过老公，经过老公还偶尔红假期，只有你们跟新疆人来啊，高兴经过老公红小船，哎，哦，这个大看，哦，他朝我进行的，他朝我别人要法对了，啊，今晚怎么样？今晚这假要怎么了？啊，我这就我老公了，那他大了，我就给他比赛这样，这经常那个病程啊，还有自己我还学很像，学很像，还在那干部就会，对，啊，可能那是开始往里走，啊，所以呢，还是看破，哦，这样我从夜晚或者说的啊，这可以想啊，我弟兄正义。